真係聞所未聞，平平無奇嘅我哋啲洗米水，啲鬼佬居然攞嚟洗頭，仲將佢稱之為神秘嘅東方力量。跟住喺海外咧，各大社交平台上有一個爆火話題就叫做 Wise Water， 有成5億幾個播放量。不過望住成班鬼佬咧，好似執到寶咁，搏命用廚房裏邊啲洗米水去洗頭防脫，我不得不對住佢潑一盆冷水啊！唔好盲目跟風啊！屋企嘅普通洗米水唔能夠直接用嚟養髮，冇經過專業處理嗰啲洗米水係零舍容易滋生細菌。但呢個唔代表老祖宗流傳落嚟嘅洗米水嘅養髮方法冇用喎，只係傳統嘅土法漏洞太多。真正將紅搖淘米水非為技藝做成硬核科技嘅，就係一款叫做長髮小寨固髮防脫洗髮露。唔單止一條鏈接已經狂賣上百萬，仲喺固髮防脫髮洗髮品類線上排名No.1。佢居然夠膽話你用我4周之後可以達到防脫髮嘅效果。我喺自媒體咁耐都未曾見過有咁招積嘅品牌。我自己平時長時間開工啊，壓力都算大㗎啦，亦都格外注重我嘅頭髮嘅保護嘅，所以呢一次呢，我專門均真咗一次，足足做咗整整2個月嘅功課。就係呢隻嘢，先講下我嘅結論。長髮小寨防脫洗髮水同市面上嘅其他防脫洗髮水根本就唔一樣。佢就嚟自廣西天下第一長髮村，當地啲瑤族小寨女性嘅頭髮平均長度1.6米以上，到70-80歲無一例會脫髮嘅，仲獲得吉尼斯世界紀錄證書。呢啲呢係有姿勢又實際啊嘛。經過時間驗證嘅養髮方法，佢特別嘅地方呢，在於首位成分唔係水，係咩啊？實打實嘅稻米發酵濾液，係用北緯25度梯田人工耕種嘅龍心米9曬9釀，加上海拔1180米嘅龍脊山泉水，配合現代技術，足足培育出160億高活性嘅活菌。亦即係話咧，你每按一泵擠出嚟嘅唔係洗髮水，而係活菌培養液。哇！呢個簡直就係俾我哋嘅頭皮嘅根裏邊灌輸營養。老實講啊，一開始我根本就唔信，抱住嚴謹測評嘅心態，我同啲團隊啲小伙伴一齊堅持打卡咗一段時間。使用之後最直觀嘅感受咧，髮根咧唔再係軟皮皮咁黐喺個頭皮上，使用感都幾好，清爽唔會油膩。當然個人感受唔算數啊，官方數據先至係硬道理。我就特登咧送咗去第三方檢測，60名中國成年去參加測試，使用4周之後再隔12周回訪，結果顯示喺試驗嘅條件下，送檢嘅樣品具有防脫髮功效，數據咧客觀冇欺詐，而且佢仲獲得咗藥品監督管理局嘅防脫特證，並且手持5大發明專利，呢個就係我哋願意將佢推薦俾你嘅原因。如果你係上班族咧，捱夜黨啦，壓力大啦，日日都甩頭髮啦，或者你係產後啦，隨住年齡增長導致甩髮嘅困擾，試過各種辦法都冇用嘅話，真係唔好再交嗰啲智商稅啦。你可以試下呢一樽長髮小寨洗米水，我專登向品牌方咧爭取咗專屬嘅優惠，點擊下方鏈接能夠直接領取大額優惠券入手。凡係喺呢度落單嘅，全部支持7天冇理由，你嘅頭皮會話俾你聽答案嘅啦。我哋用事實講話。